友大家好，我係 Shadow 室內設計公司嘅 Amy。今次咧會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嘅家具裝修設計。大家都好清楚，家具係一個空間入邊簡直係靈魂所在啊！唔單止要實用得嚟，仲要同整體空間風格匹配得天衣無縫。我哋 Shadow 嘅設計師會根據每個客戶嘅獨特需求同個人喜好，為大家度身打造專屬嘅家私裝修設計方案。對比一下，有兩位客戶，一位就比較鍾情現代中式風格，我哋嘅設計師即刻着手打造融合傳統同現代感嘅居住空間。家私咧就會選用深色實木中式嘅沙發啦，線條簡潔，配搭柔軟中式花紋抱枕，盡顯古樸溫馨。木質方形茶几咧係雕刻簡約中式圖案，工藝精湛。燈具就用傳統嘅燈籠為靈感啦，採用半透明嘅燈罩，燈光柔和富有韻味。牆面咧就用米白色掛住一啲水墨畫，我哋會見到一啲山水嘅意境。地面咧我哋就會揀咗木色嘅木地板，局部配搭中式回紋圖案嘅地氈，營造寧靜典雅嘅氣氛，完美融合傳統中式美學同埋現代嘅生活。而另一個客戶咧就比較偏向輕奢風格，設計師就精心挑選咗啲精緻嘅家具，淺木色真皮梳化配搭金屬嘅沙發腳，盡顯優雅奢華。帶有獨特紋理嘅大理石台面茶几同金屬邊框相得益彰，水晶吊燈咧就為空間就點睛，燈光璀璨。而喺裝飾上面咧，我哋掛住一啲色彩柔和、富有層次感嘅抽象藝術畫，仲要配搭一啲小巧嘅幾何圖形金屬擺件，強化咗個輕奢嘅氛圍。地面咧，我哋就鋪設一啲淺灰色嘅高檔地氈啦，咁感覺上面比較柔軟舒適，提升咗整體嘅質感，打造出高端大氣又舒適嘅環境。喺家居佈置方面咧，我哋嘅設計師更加有一手喎，會根據房間嘅空間大小形狀，好似玩砌圖咁合理規劃家具嘅擺放位置。細空間咧就會揀一啲多功能可以收納嘅家具，好似收納床啦，可以摺疊嘅桌凳，咁樣咧就可以將空間利用率咧發揮到最大啦。咁大空間咧，我哋就會透過巧妙嘅佈局同家具嘅擺放，劃分出唔同嘅功能區域，好似喺客廳裏邊清晰分出休閒區、就餐區，令到你嘅生活更加條理同方便。好似有間互聯網嘅初創公司，佢哋嘅團隊年輕有活力，日常工作咧就需要好頻密咁樣交流合作。我哋嘅設計師就用咗開放式嘅佈局，利用低矮嘅木質間隔咧，就分出唔同嘅小組嘅工作區域，咁咧就可以有一定嘅區域感啦，又唔會阻礙到成日員工之間嘅隨時溝通。公共區域咧就設有好多唔同靈活可以移動嘅桌椅，方便大家隨時可以圍埋一齊討論項目。牆身咧，我哋又會由一啲比較 sharp 嘅顏色，再掛一啲充滿創意嘅藝術畫，仲會喺啲顯眼嘅位置咧擺放一啲造型獨特嘅擺件啦，譬如啲抽象嘅雕塑啦，或者係一啲好有型嘅 model 咁樣，為空間增添咗啲藝術氣息同埋活潑氣氛，進一步咧就激發員工嘅靈感同埋工作熱情。而對於一啲傳統嘅製造企業咧，佢哋會比較注重企業形象嘅穩重同專業。我哋嘅設計師就會採用深色嘅木質家具，打造一啲比較大氣嘅辦公桌啦，同埋啲文件櫃。而個地面方面咧，我哋就會鋪設一啲深灰色嘅地氈，牆面就用啲簡潔嘅中性色調。會議室咧，我哋亦都會加啲高清嘅投影儀啦，同埋一啲高質嘅會議桌椅，咁體現到個嚴肅高效嘅工作態度。喺員工休息區嘅梳化裏邊咧，我就會擺一啲比較柔和啊、款式簡約嘅 cushion， 為嚴肅嘅辦公室咧就增添一啲溫馨感，同時咧亦都唔會破壞整體嘅穩重感。成個辦公室通過合理嘅佈局，清晰區分管理區啦、生產調度區啦，同埋員工辦公區，既方便工作流程嘅順暢進行，亦都彰顯到企業嘅專業性同埋規模性。我哋 Shadow 設計公司嘅服務就好似一條緊密相連嘅珍珠鏈咁，從開始到結束嘅一條龍服務。我從最開始同你面對面溝通啦，去到現場勘察空間，再到精心設計方案，過程咧會不斷根據你嘅回響去優化嘅。
為咗你可以更直接咁睇到個效果，我哋一定會出個 3D 建模，好似將未來嘅空間咧搬到你眼前咁樣。重點空間同效果圖嘅施工初稿，我哋都會做得好詳細嘅，連照明同燈飾啊配色咧都會幫你考慮周到。施工圖紙、預算估計、材料清單，我哋都會準備得清清楚楚，等你對整個項目咧都心中有數。施工期間，我哋設計師咧會同施工團隊咧保持密切嘅溝通，全程跟進。有咩問題咧都可以隨時同我哋講，我哋24小時線上解答你嘅疑慮。到最後完工啦，等你滿意收貨，為你嘅空間設計之旅畫上完美句號。總而言之咧，我哋 Shadow 室內設計公司喺澳門咧就係為大家提供最專業、最貼心嘅空間設計。